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搁到主日的时阵，请咱即时备办心来进行今仔日的礼拜。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安尼讲：当摩西问上帝讲，若有人问起你的名，我要怎样来回答？上帝对摩西讲：我是自然而然的，咱所信的上帝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全知全能、至圣至善的上帝。这时，咱当先用圣哉圣哉圣哉这首圣诗，再到用无同款的旋律来学乐至圣的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至圣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圣主宰。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至圣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圣主宰。上主不是，上主不是受造，伊不是无救，永远掌管的你，只管受尊重。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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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圣主宰。上主不是，上主不是受造，伊不是无救，永远掌管的你，只管受尊重。全能奇妙听透，全能奇妙听透，受敬畏何塞。现在，现在，现在，至圣大主宰。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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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大主宰。咱的心要大欢喜，因为主伫咱的身边。请咱三个起立，咱用欢喜的心拍手来学乐。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在世间，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我心欢喜。
要敬拜，今晚应该你做要敬拜。哎呦，欢喜的心，对头壳唱一摆。我心大欢喜，住在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地上的好事，我心欢喜，有主耶保佑，生活清甜，天性来顺风，天性来顺风，心内安宁，天堂的好运若伫目前，天使也感动，教我往来，路用主耶稣，有平安。第三站专心，专心来顺风，万事平安，心靠我救主，福气无限，人生来天堂，乐到主来，让你主耶稣，我心平安。那我爱保佑，那我爱保佑，你的恶人，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你的恶人，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那我爱保佑，你的恶人，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你的恶人，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感谢主，咱用歌声献给咱的主。大家请坐。咱人伫世间时常拄着忧闷、艰苦，但是咱毋免惊，因为主要做咱的保护者，引带咱行头前的路。耶稣着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几险艰苦，
要尽心对你的脚步，因为你大是阮的圣手，亲手保护。打求救主，打求救主，常常照顾，受事诚心扶持帮助。到尾卡呀，时时关心，真是人的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是叫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我要真心，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看顾保守，互阮逐日充满对你遐来的平安。今仔日是父亲节主日，愿主祝福每一位爸爸兄弟，拢有对你遐来刚强壮大的心，借着领受你真理的教示，互阮伫生活中活出健康的生命。求主耶稣圣手扶持阮。互阮轻条伫你所教导阮的真理，尽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求主圣神感动阮的心，互阮心存谦卑，领受你今仔日照着诗歌讲道所要教导阮的代志。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宣调，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向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咱做伙要来唱新圣诗163首，听通圣神，阮欢迎你，请起立。Yeah.
新的改名，你着诚心、真心、真意，向主你的上帝。这个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代是转入法甲身边的总拳头。我以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安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圣人要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下面是启用的时间吼，咱做伙来启用，我来启，大家来念。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我的话，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净我的罪恶。虽然我家己会过失。我不是因我就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罪你，我最小我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这法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诚实。由于你是我心内有真正的地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我洗清气，互我面色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我嘴出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我新歌用心的心灵。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唔通对我收回你性的心。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的救恩的欢喜。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我反对这些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胜利，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爱烧我者，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听的是这是痛悔的心灵。你所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下面咱要来邀请兄弟的诗班因要来献诗。
感谢上帝的诗班吼，真感谢因的即个服侍，阮是迄个临时组成的啦吼，感谢主。下面要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目的甲即个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你着静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快乐的心会互面笑笑，心若忧闷，会损伤心灵、心神。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高达下面咱要来邀请陈牧师来为咱证道。今日题目是更新加更新。祝大家平安。听到咱这男士爸爸咧唱歌，我怎本来
这起来，咱本来想讲要穿西装啊，无咧安尼，穿。啊，恁咧唱《真主上帝造天地》吼，这歌足古老，19世纪的时阵，咱长老教会诗较早23首一本，是对厦门来的吼，迄伫19世纪。当时呢无谱，干那画那定，吼画，即个画就是讲真主上帝造天地，要安怎唱？会当用足一条唱哦，只要你字是7777的，就是每一句7字4句的，你就拢会当用这唱。像讲，咱嘛即个歌就会当用做另外一块调。咱过年常常咧唱的，真主上帝造天地，画光画暗人画，暝当作日当暝，世界万民共乐意。吼，就是安尼。互咱知影讲，这7777就是讲你用一块谱，来7777来斗入去伫真内底。就会当唱，后来即个歌《真主上帝造天地》是到迄个罗伊德牧师伊所编曲的，即个佮用平波调的曲来甲配落伫因内底。这歌吼本身歌就是咱咧学了上帝，伊嘛是一款的敬拜。我佮想到上早，咱知影基督教对西方。特别是对叙利亚迄边来到伫中国的东调，迄个时阵叫做啥物教？叫做正教吼。正教迄是内斯托利迄派的一个派别啦吼。因来的时阵，因有一本诗歌集，迄就是伫个主后700几年迄个时阵，应该730几年，有一本迄个。学到的诗歌叫做，咱迄阵的话吼，咱读起来可能无啥捌，伊叫做山威蒙度赞。山威威力的威，蒙主恩典的蒙，度就是度日的度。吼，迄阵的正教呢，差不多咧译这经典，无论圣经还是诗歌的时阵，拢会借用当时佛教甲道教的词来用。所以道桥道即个道嘛是常常会用到。这个三位蒙度赞是啥物意思呢？三位就是咱今仔日讲的三位一体。蒙度，迄个度就是桥道的道，意思就是讲对三位一体上帝得到救赎的称赞。意思会当讲，当然咱会当个缩短来讲，迄个意思就是安尼。对三位一体的上帝得到救赎的一个称赞，迄内底歌，我感觉嘛真趣味。你若有趣味读历史的老师，若有趣味转去会当去看。即摆网络拢有啦，你甲拍三位蒙度赞，伊就出现互你看。当然即摆咱较毋知影安怎样唱啦，迄阵安怎样唱毋知，总是咱看歌词也阁有。听到这个爸爸咧唱歌，大声个甲咱爸爸恭喜吼，甲咱安尼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吼，愿望上帝祝福恁。我今年呢，做2届爸爸的迄个主日庆祝的主日，顶礼拜伫一间教会，即礼拜伫咱教会，真好的机会吼。爸爸节呢？毋是爸爸节伫下骹听呢，是爸爸的亲自起来唱。爸爸节，爸爸拢爱做所有一切，要做服侍、做唱歌、做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啦吼。我今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甲咱安尼来想对这圣经在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佮箴言的3位简单的句，咱来想。我选一只圣经节要甲咱分享的时阵，我大声拢一定会先去读迄个圣经节。迄个圣经节毋知读几遍，
毋知读偌济的。我读了后，我会甲这个圣经真诶，甲伊写做诗。迄就是我甲伊分解，甲伊注释，甲伊用咱今仔日话诗句来表达。咱来读即节来，迄个这短短啊尔，较好看。罗马书，咱做来读吼，来。兄弟姊妹，恁着知，上主怜悯应当在。我劝恁着将家己献做活祭，是合宜，这是圣洁主欢喜，真实敬拜，着安尼。毋通互世俗同化，反倒着受主引带，互恁甲恁转化心更新，互恁辨明啥是真。什么是主所欢喜？看做好，搁下之意。吼，较要紧是这几啊字啦，吼，几啊要紧的，就是可你将家己当作活祭，搁来转化更新。然后后来这三句真言的话，我会用来做呼应吼。我咧读咱的圣经的时阵，我拢会头前想两项代志。头一项，即个圣经节对原来第一个听到即个圣经节的听众，因在讲什么？咱知影第一个听到即个经节的听众是什么？是保罗的时代，迄个第1世纪的时阵，罗马教会内面遐个信徒。保罗会用安尼话来劝勉，一定会甲因迄个时代社会背景，因所拄着的问题有关系。伊袂凭空去讲一寡代志，伊讲这个话的时阵，一定有伊的迄个社会的一个因素。咱知影迄个时阵，公元第1世纪，迄是罗马帝国统治迄个地中海四周围的一个时代。所以当然伫足侪方面，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可能拢受到罗马帝国的文化的一个影响。第二个部分，我会想讲，即个圣经节，咱家己摕来今仔日读，那安尼，即个圣经节对咱今仔日坐伫即个所在的人，到底要讲什么？这就佫会牵涉到咱今仔日所存在的活地诶，即个情景，咱拄着什么款的问题？迄个初代教会无电脑的问题，无 AI 的问题，对毋对？咱今仔日有即个咱现代的问题，真无共款。总是有无共款的所在，嘛有迄个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所在，咱嘛爱知；无共款的所在，咱依然爱继续保持种心的转化，经不断的更新。互咱会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上帝好的旨意。即款的，我想你家放伫每一个时代，咱拢不断的更新。所以，咱的圣经讲，咱的圣经呢，就是讲，伫每一个时代，伊拢咧讲话，就是迄个伊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毋是讲干那对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族群咧讲话那点。伊对每一个人拢咧讲话。但大圣呢，我小可互咱知影，伫罗马保罗咧讲，恁得爱献做活祭，然后毋通互即个世俗同化，就是讲毋通去效法即个世间世俗这个代志。咱爱会记即对初代教会来讲，因拄入来教会，因面对着即个罗马帝国个即个社会、即个文化的压力甲影响。咱爱小可知影罗马帝国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款的文化？迄款的文化是一个，因当时呢，就是一个强权安尼武力战争，咧四过战争咧夺取的一个时代。迄个时代嘛是一个用利益做标准，即个就甲咱较毋接近啦吼。迄款的生活放纵，罗马社会内底人真侪人共运的，就是讲，迄个生活上的放纵、享乐主义，是讲因将迄个将别个家己的快乐建立伫
这个受征服的人，因的痛苦的顶面，因掠这个受征服的人来做因的娱乐安尼，等等这个享乐强权无迄个特别讲有迄个个人。咱今仔日甲迄个时代差别上大差别，就迄个时阵无迄个个人的权利存在。咱今仔日咱足注重个人的，无论是隐私也好，还是讲咱家己的权益，咱非常注意咱家己本身即款。当时迄个时阵无，迄个时阵人，你若毋是征服者的时阵，你就是人的财产，出在人买卖，人要安怎对待你，要安怎残酷，甲你。刑役安那，你都无话通讲。伫迄个时阵呢，就是一款享乐滥权凊彩迄款的社会。但保罗呢，可劝因毋通效法即个世俗。我想，伊主要伫个心内咧讲的，就是讲，伊得爱用信仰的另外一套伦理。来甲伊安尼互相对照，信仰另外一套伦理是听、关怀、集体、团结，是即款的迄个共同，即款的无论想法也好，还是做法也好，所以得爱不断更新不断更新换新，心的腐败甲心的贪婪，我想这。古早甲咱现在拢知，我咧想即个圣经在的时阵，我想报咱看，咱知影最近伫台湾社会内底，因为迄个中年的油，无论是来源是污染，也是伊趁迄个便宜去混迄个较俗的油也好，反正伫生理人的身上，就是因要用付出上少的代价来得到上大的利益。因无顾到，第一无顾到这个使用的人可能产生的问题。我知影日本社会内底，因对食品的安全呢，比咱台湾更较重视。你若一间会社，你若食品出问题，拍算你一间呢，可能真恶的，搁在伫迄个日本的社会生存。总是咱看见咱台湾的油，敢若像毋是今仔日才有啦，对啊。以前就捌有啊，以前就真侪人不断安尼出现油的问题、食食的问题、中毒的问题等等。那像即个问题安尼出现的时阵，逐个人安尼斟酌一下，逐个人注意一下，搁另外搁过一段时间，就搁冷去逐个就搁袂注意搁走出来安尼。即个心吼，即个贪婪的心呢，我想伫古早时代甲咱今仔日时代拢真共款，毋是干那对利益的贪啦，对权力的贪，还是讲对各种的一个迄个伊有关于家己本身利益的贪。我想即个呢，真济古早甲现在拢是真共款。所以咱们怎样去更新、去改变咱？我想这嘛是咱做基督徒的一个要紧的课题，咱得常常努力。我甲伊讲，这是一个动态努力的过程，这毋是讲到这就结束，也是讲，亲像咱讲，我得救，到这我就得救啊！得救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你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持续。更新保罗甲咱讲，你知影第一个爱家己献做活祭，迄个活祭当然毋是讲将咱家己献，迄个活祭就是你奉献的心。古早伫旧约先知的时代，还佫有迄个异教的风俗，就是献大囝，用人做献祭，用动物、用人做献祭。总是保罗伫遮毋是咧讲献人已经是咧讲你家己本身的心献做祭，那叫祭，互主欢喜。佫毋通去，那就讲随便去同化，甲世俗共款。总是即个嘛，有当时真难，因为咱知影，咱今仔日的人是，咱每一个人拢活伫今仔日的世界、世俗的即个世界内面。咱今仔日来到伫礼拜堂，咱的心那像较离开俗世、离开世界。毋过咱若礼拜三佫转去的时阵，有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咱就甲礼拜堂迄个甲伊放伫边咱佫活伫
世俗的社会内面。咱常常着爱会晓想，就是讲咱安怎样将即个信仰的物件，即个精神转化的即个物件，放伫咱的心内。所以保罗咧鼓讲，大家常常会晓伫辨明即样代志。但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甲咱三个分享即个，因为要达到即个，咱家己本身大家有迄个自省的能力，反省。对自省、对反省，才会当安尼彻底来转化咱家己本身。我要讲一个故事，我以前伫学校的时候，捌互学生看一篇电影，迄篇电影是对一本册所拍过来的电影，伊叫做《在天堂遇见的5个人》，伫天堂拄着5个人。迄阵咧看即个的时阵吼，无特别的感觉，毋过我想咱嘛真罕伫讲。将伊伫遐所拄着的5个人，家看做你家己本身成长的过程。伊咧讲伫天堂拄着的5个人吼，咱知这是一个故事，这毋是一个真实的咧描写代志，咱大家家看做故事。伊讲有一个伫迄个游乐场所咧工作的一个年长的人，捌有一遍，忽然间看到一个迄个娱乐场所的气渠呢落落来，要落啊！差不多会缀着一个查某囡仔，伊看到了后是较紧安尼撞去，要将迄个囡仔抱走安尼，无拍算，怎叫地死？囡仔甲人拢地死，大人地死。地死了后，伊咧讲，即个管理员伊的灵魂啊，去互上帝使者甲带到天堂，伊甲伊讲，我要带你来见5个人。伊大声嘛，安尼想要见5个人好。你带我去见5个人，头一个见到一个蓝色皮肤的人，这个蓝色皮肤的人，我甲故事真紧讲啦吼。伊安尼开一台车，伫路面咧开，忽然间一粒球呢，怎走出来？一个囡仔撞出来。这个蓝色皮肤的人为着要闪这个囡仔，要闪这粒球，伊的车怎忽然间动怎安尼规个安尼反灯身，车怎并过去弄着边啊规个。即蓝色皮肤的人过身，这使者甲即个管理员讲，伊甲伊讲，你有看到吼？你看到啥物？我看到一个蓝色皮肤的人，即个事故发生，即人死。伊讲，即个囡仔是啥物人？即个囡仔是你。你细汉的时阵，你捌安尼耍球，结果一台车来无注意，为着要闪避你。结果弄死，你毋知影，你一世人拢毋知影。伊要甲伊讲安那，有真正代志发生伫咱的四周围，帮助咱的成长，也是影响你，总是你一世人拢毋知影。有即款的人，第二种的人，伊带去看到伊参加战争的时阵，伊的队长带因即队的人咧相战，有当时米这边米走来走去安尼，忽然间有一个。炸弹炸来，这个队长呢，将所有的因的队员拢叫因闪伫迄边，伊家己本身呢受炸弹炸死。结果呢，这个管理员嘛因为安尼受伤，互迄个炸弹的脆皮安尼伤着，伊怎摆骹？迄个摆骹对到伫因耳楼，这使者甲讲：你敢会记即这样代志？你是安那会摆骹？你敢知？其实伊那怎个是袂想咧讲哦，那像有这项代志，伊甲伊讲，迄就是伫咱的生命中有真济人都是安尼，因牺牲因家己帮助咱，像父母对囝，也是讲有真济温情的人、温书等等，咧帮助咱，有人牺牲对待咱，互咱会当得到成长。第三个，伊带去见一个啥？见一个迄个管理员的。无毋是第一房主的太太，伊叫做鲁比，伊带见伊，然后这个鲁比呢，安尼伫遐走念，伊拢一直念讲吼，我一世人拢困伫即个游乐场所，迄就是阮老爸放落来，我的财产我拢伫遮收伫遮，无我当行出去即个世界。伊伫遐对因的老爸呢，袂啥谅解，伫遐硬念。这使者甲伊讲，你看即个人，你注意甲看，即个人有生理无？你甲恁老爸
关系。啊，伊个发觉就讲哦，我甲阮老爸原来都是安尼，都是遐礼拜无化解、无化解关的关系，就是毋知影啥物原因呢？啊，安尼有芥末，伊甲忽然间互伊想着讲哦，原来我来袂赴安尼，甲我的老爸甲迄个情感，甲伊透掉。第四个，伊带去见着伊太太，伊前个太太，结婚了无偌久就过身，啊，个真少年，看着了真感动，啊，因为安尼非常的欢喜，啊，总也非常感动流目屎。边仔人甲伊讲，伊讲你看，你会真会疼，水无一定久，总是迄个永远留伫你的心，啊，迄无一定长久。第五个，伊佫带去见一个共款伫战争的一个囡仔，查某囡仔。即个战争，即个查某囡仔吼，战争啊，互伊规身躯安尼惊死呾，规个足惊人安尼。啊，战争啊，刀片战争。到尾，即个囡仔嘛迄战争的炸弹死。死了后，边仔人甲讲，伊讲，即个囡仔是啥？即个囡仔就是你所要救的查某囡仔，结果你无甲救出来，连你嘛丧失性命。人为你丧失性命，人为你牺牲，你嘛为人，最后为人牺牲。你可能有当时会埋怨家己的即个身世命运，总是人生的意义，嘛伫你这项事的顶面伫遐凸显出来。你救即个查某囡仔的时阵，已经将你的生命美好的伫遐表现出来。即个事者带即个管理员去见着即5个人，结果就是要互伊想到伊家己本身。你就是安尼行过来。我想除了即五件代志以外，还佫会当，咱若用咱家己来写故事的时阵，咱可能还佫会当填第6个、第7个、第8个无共款的。毋过，迄就是你的生命中间影响你。啊，这个物件互咱的自省，当个自省，为什么我的生命行到即款的地步，行到安尼？然后你对自省的时阵，你就会开始做一个真济迄个关系转化。这个故事呢，我感觉不只有意义啦，我甲伊放伫讲，咱伫咧做更新，咱毋若爱更新啦，定咱的心嘛是爱改变。咱知影，咱面对着现代的社会，咱咧安尼接受新的物件真紧，就讲接受新的科技，接受电脑，接受迄个足流行的衫，也是接受流行的即个音乐等等，真紧。咱真紧就当接受，毋过咱伫信仰内面、心的内面的更新呢，就比较较慢。甚至有时阵呢，咱嘛无法度通发觉到迄款的需要。所以，我用迄个箴言的话吼，即箴言的话，咱来看箴言即3句话，真简单，总是我感觉嘛会当做咱的一个帮衬。来，咱看下面迄个经节要有3句话，即3句话，即3句话呢，我甲伊写做变甲咱原来咧读的无啥共款。即句话，咱真识箴言第4章23节，咱的和合本的圣经所写的，就是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咱台语拢安尼读出来对无？毋过安尼读，我感觉较无遐尼嘛，较无遐尼理想。即个方法，即个英语呢袂歹。迄是现代英语，伊讲 Be careful how you think, your life is shaped by your thoughts。就是讲，你得爱斟酌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活命是对思想来的形塑。你的活命，你的形是对你的心思，你安怎想来的形塑。所以箴言，我有写讲心思来，咱读一遍来。心思着尽力约束，性命由思想形塑。来，咱去看下面一句。咱的心吼，
那欢喜喜乐的事，也是忧伤的事，迄个拢会表现伫咱的面内底。人讲，咱一般的人讲面由什么相啦，相由心生。迄个相就是讲，咧讲咱的面容，由咱的心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当咱若欢喜的时阵，咱就会笑笑，咱若心内悲伤的时阵，咱看起来就郁卒，足忧闷的。来，咱做读一遍：心欢喜，面带笑容，人郁卒，显露悲伤。迄就是安尼，即个咧影响咱的心，咧影响咱，咧形塑咱的生命。来，最后第3句，讲喜乐来做读，喜乐互心身健壮。忧闷万事死亡。咱的台语的学校本是写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头固达。安尼尔所以咱真实的就是讲，喜乐的心是良药。咱会真实这个话，就总是迄个伊只另外现代英语伊讲啦，保持喜乐的心呢，会互你身体健康。你若安尼，逐时拢安尼 gloomy， 就是迄个阴沉、阴暗，大家灰灰的安尼。你若心安尼的时阵，就若像咧探到迄个慢性的死无共款。伊讲，咱的圣经讲，互血孤大，互骨头孤大。我感觉即个嘛会当帮助咱。这3句话拢咧甲咱讲，这是对咱的心来不断去，若像迄个农夫咧耕作的时阵，犁田，迄个犁头，咧甲迄土安尼冰倒起来，安尼不断咧更新。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嘛有即款的动力，更新的动力，更新佮更心的动力，更新。我读做金星，更新，更新，搁一个是更心。咱的教会有一款的动力，嘛咱个人有一款的动力。无论咱是少年，无论咱是中年，无论咱是年长，咱拢共款的有一款的心来面对。我想咱喜乐的心，互咱会真正来形塑咱，互咱有一个真水一个画面。愿上帝帮助咱。我今日用较浅的方式，甲咱大家安尼三角勉励，愿咱对上帝的话来得到感动，得到启发。咱三角来祈祷。天父主，阮感谢你，你保守阮，互阮阁有一个新的主日，阮能够主你的礼拜堂，阮会遮敬拜你。愿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遍来到伫你面前时，阮会准备好阮的心，阮期待圣神做工伫阮的心内，通过阮所听见，通过阮所吟，通过阮所读，通过阮所分享，帮助阮，互阮的心伫咧激励，互阮的心伫咧更新。愿上帝你的恩典圣神的做工，常常伫阮的教会，也是伫阮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互咱知影安那来更新咱的活命。下面咱要来唱回应圣诗新圣诗178首，求主用你的圣神来充满我，请起立。
诚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找我出去，将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慈爱，对全世界传扬你爱，将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慈爱，对全世界传扬你爱。请坐。下面咱要来举行今仔日的奉献。请起立，咱做伙来演今仔日的诗歌。咱做伙来坐念奉献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永有想自家受过的资源。伊即是我愿意对你所得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情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人民赐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历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下面咱来看今仔日的消息报告，来关心教会的大小事。第一点本主日是父亲节主日一个感谢咱兄弟的诗班今仔日会献诗教会嘛有准备淡薄的即个礼金要来送互咱一冬落来的辛苦嘛祝福咱做做爸爸的因为平时拢默默在耕耘在那个在各个事情上有啥打对当真正是希望互因求主互因这个身心灵都能够健壮感谢主。第二点8月19拜三7点半到这个9点半有这个美丽福尔摩沙的这个音乐飨宴
这个音乐会呢是伫这个文化中心吼，这个是王明哲老师的作品吼，嘛欢迎大家来参与，其中嘛有这个 MP 新歌这个参与的这个表演吼，咱这个今仔日嘛真欢喜吼，咱林妈宝老师嘛在场啦吼，迄个指挥老师伫遮啦吼，真啊，咱有哪拍手欢迎，我几落摆吼，拢有去看因表演吼，真正是真感动啦吼，咱幕场了拢甲咱赞助啦。安尼吼，迄个毋免烦恼，车程啦吼，拢会当去遐参观，我欣赏迄大人囡仔迄个音乐响宴吼，真正真好吼，真水。阮有毋是讲伫教会安尼敬拜尔啦吼，大家坐教会，大家会当共同参与安尼吼，真正是实在是真感动。8月19号下拜三下暗的7点半到9点半，这个这个下主日哈，下主日咱是这个教社奉献主日是伫这个昆山教会吼，这个蔡约信牧师吼代表来咱本会来敬德来请安报告。咱这会来念今仔日这个本周金句你着尽心，因为你是我命的根源，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14章23节。下边咱要来邀请肖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的兄弟唱了好无？好吼，好啊！我想讲吼，咱以后咱嘛当一个月请咱的兄弟。嘿，好，有圣歌队嘛，迄个伫下面吼欣赏的时阵，真正唱了真好。人所有长老讲伊顶礼拜就咧感动到会知啊。为着咱要庆祝，伊即马去咧摕蛋糕。吼。来，我报告一下，咱今仔日迄个上长老伊去台中，含伊的查某囝、因囝婿做伙过迄个爸节吼。咱嘛真感谢主吼，咱的淑华牧师娘，我拢讲伊是很时尚的牧师娘吼。伊吼自我开始办理的时阵伊来要去北部要找富林牧师吼，伊拢拖一卡迄个行李箱，拖喺倒坐客车。以前从某甲载，我有他们做伙去，拖一台行李吼，去到迄个高铁。你敢知影咧行路？因为牧师娘迄个日本精神，你知影嘛？穿衫足笔直，迄个日本精神足好。体吼，佮安尼行，佮行佮做精神。吼，这是咱爱学习的牧师讲的敬心吼。真感谢主吼，牧师娘足紧哦，拜三就赶紧转来啊吼。来，咱迄个今仔日吼有迄个新的兄弟伫咱中间吼，我来介绍两位吼，一位是叫做洪德旺兄弟，来起来咱看者，看者，伊住伫迄个咱大桥2街尔啦，足近。吼，所以伊的年龄较毛长老足接近，较顶会记你交代一下哈。好，来，搁一位吼，拢住伫附近尔，一位是正阳弟兄来。
伊是伫圣教会，就是迄个永福路嘛吼啊，伊伫即间迄个圣教会聚会啊，我含牧师娘然后拢足熟，含因即间教牧师娘足熟吼，啊伊住咱对面尔啦，有够近的啦，2、3步就到啊啦吼，啊以后足欢迎，阮足欠过的青年啦，像你即款的吼，子安较电啊吼，你知影吼，哦好。咱等下吼，迄落要来发咱的迄落，咱教会爸爸有较少，你会感觉咱教会就足特别，就是安那咧。你若迄落爸爸节还是母亲节时，拢毋是青少年的献诗啊。母亲节时，拢阮迄落妈妈在献诗。今仔爸爸节，咱庆祝嘛是爸爸咧献诗哦，这是咱大桥教会的特色吼。咱等下来发即个咱的庆祝爸爸节的迄个礼物吼，来，咱有爸爸请咱起立吼，来，弹琴，来，几位，来，牧师你嘛是啊，你嘛有啊，大哥，王大哥，你嘛是啊，吼，来，弹那个迄个爸爸节的，你可以。爸爸节快乐！唱无，咱搁一届较紧的吼，来，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主名，因为耶稣的因为耶稣的因为耶稣的来，咱来三个祈祷，感谢。天父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教会庆祝父亲节，阮为着来到伫阮的中间，在每一个爸爸献上感谢，你祝福因伫每一个人家庭中间，引带带领抚养。每一个家庭，互每一个家庭得到忠诚，得到徛在，得到强壮。阮感谢你，有人讲老爸亲像山，会当成做即个家庭中间每一个人的瓦壳。我嘛相信，主，你毋若通过你的疼。输了伫妈妈的身上，嘛将你的疼起做伫每一个老爸的身上。通过父母会当继续
来伫即个家庭的中间延续着上帝你的疼。阮感谢你。当然，我嘛知伫阮诚济老爸过程的中间，甘甜酸苦拢会体验着。我嘛知有困难、有艰苦、有累积的时阵，总是阮恳求主你伫阮行伫艰苦累积的时阵，嘛共款想使老爸、爸爸有信心、有坚强的意志。伫欢喜的时阵，嘛想使快乐、甲感恩，伫每一个老爸甲家庭的中间，阮为着每一个老爸献上阮的感谢甲喜乐，求你祝福天下每一个父亲，拢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看顾。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的名，阿门。这个今仔是爸爸节的这个主日啦吼，啊，人讲母亲节啦吼，母亲节是包费两岁啦吼，父亲节是走到无半岁安尼吼，希望咱爸爸足辛苦的吼，若未请着爸爸的吼，今仔甲补请一下吼。咱今日早起吼，咱这兄弟吼有唱2首歌，头一首是真主上帝造天地啦吼，这首歌是旧圣诗是63首，新圣诗是第5首，但是呢，这个搬过新圣诗的时，伊甲这个上重要的一站吼，旧圣诗63首的第3站吼，上界重要一站吼，伊甲删掉了对啦。这首歌是我所有的圣诗内面吼，上爱唱的一首歌啦。我已经有吩咐着我2个查某囝讲，我以后若有一天蒙主恩调的时吼，你这首歌你爱甲下伫这个告别礼拜4的内面吼，爱甲唱一个安尼吼，爱用63首唱，袂使用新圣诗第5首唱，因为圣诗第5首吼，第3节是重要一节，伊既然甲删掉，我毋知影是咧删啥物意思安尼吼。这个今日吼，这个校长就兼报告一项吼，介绍一项就是讲，今日这个李妈妈老师吼，是咱今日讲道者的太太啦吼，嘛是牧师娘啦吼，牧师娘佫伊也是牧师娘，伊也是吼，咱台湾吼的大音乐家吼，指挥家安尼吼。伊常常伫即个台南迄个文化中心吼，伫遐演出吼，一冬拢演出几啊场啦吼。伊真少年，那个生做安尼真水哦，安尼即个郑家泰牧师吼，带一个水某，对少年水到老，即摆搁咧水安尼哦。感谢主啦吼，服侍上帝拢会祝福安尼。即个啥？即个佫有有学落无着无？应该即个李老师吼，若有毋捌的人请举手。这若有人毋捌你吼，这就严重啊！就是表示讲吼，伊伫教会出入教会啊，真少，啥毋捌这个李老师叫李马宝啦吼，李马宝老师去的吼，伊这19。今年讲的19吼，要搁伫即个文化中心，搁有一个指挥的演出哦，请大家拢会当去遐个观赏一下安尼哦，观赏着伊的风采安尼。即个安尼介绍到遮啦吼，因为我写足济，我今日吼介绍无对吼，但是其他拢校长都已经都初步介绍去啊，所以补充一下安尼哦。咱即个。第2点吼，咱有一个兄弟吼，叫做林英杰啦吼，伊是对台公教会吼转会籍来咱大桥教会，伊前经一站来有一段真短的时间啊，有几礼拜了后的时吼，伊就卧病在床安尼吼，
我到这算做讲拢倒哩几啊年哦，总会知啊吼，蒙主温调安尼哦，这实在哦，爱感谢主啦，互伊吼，安尼会当较早去煞了这个世间的拖磨较劳苦，会当较早一日会当到伫上帝身边，这是一个真好啊！伊是8月15吼，8月15要做告别礼拜4啦。虽然伊的会籍离遮，但是伊的告别礼拜4是伫这个因已经教会的，要甲离遐来举办吼。我伫遮简单甲伊补充报告一下，多谢各位。下面是咱公道的时间吼，咱做伙来为着教会为着咱每一个咱肢体咱兄弟姊妹的咱的活命咱的这需要欠缺，甲教会服侍欠缺，这个青少年、青年的一寡事工建堂。这募款的工课咱做伙来祈祷。感谢怜悯咱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引带，互阮常常知捌你的恩典遐尔大。当阮在欢喜庆祝父亲节主日的时，阮要为着教会，要为着做爸爸的遮兄弟来祈祷，求你加添快乐，搁较济的这个活命的这个温顺伫因的心上，互因伫教会有济温顺，以及着教会济的兄弟，拢有百般温顺，诚做上帝的好管家。今仔日真欢喜，地牧师伫咱的中间分享，互咱知影咱的活命要安怎来转化，要安怎来更新，要安怎来诚做一个军队耶稣的人。阮欢喜伫遮来分享，甘心乐意来服侍，彼此相挺，诚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教会。咱嘛祝福济兄姐伫因的亲友、厝边，以及着因的朋友，甲因所关怀带倒的人，嘛为着咱即片土地，咱的百姓来祈祷，互咱的教会正做一个为着社区来成立祝福，伫于即个社区的教会，互搁较济的人会当入咱你的话，阮伫遮诚心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神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吟诗煞嘛，请地牧师来为着教会甲众兄姐来祝祷。
愿天的上帝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会甲咱的教会三甲地地，特别甲有死失的家庭三甲同在，安慰、保守因，会甲真侪身躯病痛欠咱的兄弟，保守因、医治因，也甲阮中间真侪年长的人，求主你照顾。扶持甲引带，阮将阮正大家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